準備喐啦！佢哋聽到㗎，應該。有冇聲啊？有冇聲啊？有，有就準備開始喐下咯喎，輕輕摁下摁下嚇，收好個腹，企直個人，放鬆個膊頭，唔好縮膊，好輕鬆嘅，少少喐下喐下就做下少少 warm up 先嚇。等個身暖啲，天氣涼啲都好啲。好啦，停一停啦，跟住隻手喺前面，開合，係啦，check 清楚地下冇嘢嚇，唔好棘到自己嚇。開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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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跑。好啦，跟住我哋準備搶包山，係啦，OK，停一停，好，搶包山，係啦，唔好理邊隻腳啦，係，遞高啲隻手，收好個肚腩，一路爬上去，爬緊上包山，係啦，遞高啲個大髀，遞高啲膝頭哥，係啦，咁啊全身都喐晒㗎啦，我哋要喐身喐勢啊！好，跟住又再跑。落雨絲濕，最好喺屋企度做下運動啦，同埋瞓下晏覺。跟住聽日就食下粽，嗱做定運動啊！啲粽好肥㗎，要花好多時間先消化到一隻粽㗎。所以做多啲組合式嘅運動先啊！好，又停一停啦，跟住準備做呢個，唔使隻手唔使好闊嘅，隻手唔使好闊嘅，只係自己膊頭咁闊，係啦，上下上下，保持呼吸，唔好閉氣。嗱，手係第一個摩打，留意屋企個地下要冇嘢嚇，安安全全嘅。跟住第二個摩打準備咯喎，踏前一步，蹲低少少，上返嚟，踏後一步，跟住轉腳，踏前一步，蹲低，上，後，前，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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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，後。只要你一分神咧，你就會錯㗎啦。所以唔俾分神嘅呢個運動。前，蹲，上，後，做多兩下。前，蹲，上，後，前，蹲，上，後，好，又再跑，幾難做㗎，其實唔好以為易啊。又跑返縮，唞下唞順條氣先啊。
好啦，跟住又停一停啦。我哋今次由旁邊上，開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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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好縮膊嚇，開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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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持呼吸，開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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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多兩聲，開合開合，好，跑，都飆汗㗎呢個。好啦，跟住又停一停，叉腰。好，我哋做晒同一隻腳嚇，同一隻腳我哋做10下，後下上前，記住後腳落嘅時候咧，我哋個後腳個腳踭咧要提高，如果唔係咧，個人會失平衡嘅，記住咯喎。好，第二下後下上前，記住兩隻腳咧要闊啲嚇，後下上前，後下上前，慢慢做，越慢越好。後下上前，收嗰個腹做平衡。後下上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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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多下，後下上前，好，慢慢跑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又叉腰，到另一隻腳啦，擘闊少少對腳先，收好個腹肌，後下上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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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做，後下上前，後下上前，仲有4下，後下上前，後下上前，兩下，後下上前，後下上前，好，又再跑，開始濕㗎喇，應該個背心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停，跟住兩隻手合十，劈樹上，記住個膝頭哥同埋個膝頭哥唔好鎖實，然之後腳踭提高上，慢慢放鬆個人落，放鬆條腰嘅。
上落，收緊個腹側，上落，好舒服嘅，上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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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多一 set，上落，好，又再跑一跑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到另一邊，擘大對腳，收好個腹，上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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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多兩 set，上落，上落，好，又再跑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吸，呼，好舒服嘅，慢慢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好啦，飲啖水，1分鐘，開始做毛巾，斟啖水飲先。好啦，可以坐啦。好，做毛巾之前，例牌，慢慢轉咗隻手先，順時針加逆時針，係啦。記住一陣揸毛巾，留意後邊嗰3隻手指有冇用力嚇，記住要用力，係啦，咁個人就會穩定啲嘅。好，跟住兩隻手踭夾住膠底，開合，合係放鬆，開你會覺得個後邊大圓肌、小圓肌會拉住嘅，撳低個膊，唔好俾自己縮膊，打翻開個胸，收開，撳低個膊，隻手放低啲，你就拉得多啲，開閂開閂開閂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做胸，係啦，盡量個上身唔好喐，係啦，唔好一路喐嘅時候，個人好似游背泳咁啊，唔好，我哋淨係喐隻手嘅啫。好啦，跟住兩隻手放低，
縮膊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放鬆，壓低個膊向兩邊，隻手好似想掂地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鬆晒。好啦，應該個膊頭而家鬆晒，開始啦。毛巾擺喺上高，好啦，吸啖氣，拉橫條毛巾，保持呼吸，慢慢拉落嚟，慢慢拉落嚟，去到心口停一停，然之後將個手踭唔好拉咗去後邊，手踭慢慢移返去前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拎返上去，吸啖氣，呼落嚟，拉橫條毛巾，慢慢做，記住手踭自動挨前嚇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再上返去，拉橫條毛巾，好，鬆一鬆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再拉落嚟，背脊啲汗滴緊啦已經，打開心口，保持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再上，再吸啖氣，呼氣，再落嚟，撳低兩個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鬆，梳頭。好啦，跟住再嚟，今次我哋毛巾喺個背脊後邊嘅，OK，好，先上咗嚟先，係啦，拉直隻手，收好個腹，慢慢放落嚟嘅時候喺頸後邊，拉橫條毛巾嘅，係啦，慢慢沉低啲，條毛巾可以闊過自己膊頭下，保持呼吸，然之後盡量諗住個肩胛骨夾實嘅，夾實個肩胛骨上半截。5、4、3，保持呼吸。2、1，慢慢上。好攰嘅呢個，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落。去訓練嘅係我哋個膊頭後邊嗰個肩胛骨上高嘅肌肉。係啦，較早之前我哋嗰個係下同埋旁邊啲嘅肌肉，今次針對中間嘅肌肉。好，慢慢推返上去。係啦，糾正寒背嘅呢個可以。好，慢慢落，慢慢落，沉低膊，落到嚟再沉低膊，伸返長自己條頸，收返起雙下巴，保持呼吸。好，再推上去，吸啖氣，再慢慢落，慢慢落，沉低膊，夾實肩胛骨。5、4、3、2、1，OK，放鬆。哇，好攰啊！好攰啊！玩電話嘅代價呢個係耷低頭啊，玩電話啊，用 mouse 啊之類啊。好，跟住做完晒背，我哋做胸。好，我哋先將條毛巾擺喺前邊先，係啦，沉低兩邊膊，拉入嚟，放低，捲出去，係啦，一路做呢個啦。我哋先做呢個，慢慢做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一放鬆先，又梳下頭先。
盡量打開啲個胸啊。好啦，跟住又再嚟啦。今次我哋就由下邊上返去上高啦，主要練個胸肌啊。好，由下邊兜落去，上返嚟，兜落去，上返嚟，由個肚腩挨個肚腩先，然之後先到胸，然之後出去，係啦，落，推，落，推，落，推，好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又再停啦，又梳頭啦，整返鬆啲肌肉啊，如果唔係好緊啊。好啦，跟住獻毛巾俾皇上，係啦，獻我哋用過嘅毛巾俾皇上，有血有汗啊，有汗冇血。好，稱住佢，沉低個膊，肩胛骨鎖實，手踭貼近腰，唔准離開啊，唔好做呢啲啊，走咗出嚟啊咁嘅動作啊。好，夾實，坐好，吸啖氣，呼氣，一邊喐，係啦，另外一邊係鼻喐，慢慢翻轉頭，跟住到另一邊發力，個人個身唔好喐下，再翻轉頭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到另一邊，翻轉頭，跟住再轉，再翻轉頭，係幾好喎！個鏡頭睇唔到你哋喐嘅喎，真係好得喎。係啦，要夠定啊個上身，係啦，兩邊轉，你會感覺到個後邊嘅大圓肌、小圓肌，我哋膊頭後邊嘅肌肉，嗰兩塊好細嘅肌肉喺度運動緊嘅，做多兩下啦。好，放鬆，好，跟住又再梳頭，好，跟住條毛巾拎咗上去，對腳抹闊少少啦，今次係啦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側左側右啦，慢慢做下，收個腹，再慢慢上返嚟，吸氣呼氣嘅時候去另一邊，慢慢做，唔好心急，怕閃到腰啊，因為慢慢上，收個腹，再慢慢落，再上，再慢慢落，再上，保持呼吸，唔好閉氣下。好，再落，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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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放一放鬆啦，係啦，然之後可以喐下個膊啊，少少轉身啦。好，拎起條毛巾啦，吸啖氣，呼氣，轉去其中一邊，上身轉，下身唔轉。5、4、3、2、1，望返前邊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另一邊，係啦，個頭都轉埋，望埋嗰邊嘅。5、4、3、2、1，
望返前邊，坐返直個人，收好個腹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又到另一邊。5、4、3、2、1，望返前邊，再吸啖氣，再呼氣，再轉另一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再望返前邊。好，再到另一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再望返前邊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到另一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再望返前邊。好，放鬆。輕輕係鬆晒㗎啦，個腰。好啦，跟住到老鼠仔同埋拜拜肉啦。好，擺喺膝頭哥後邊。係啦，自己唔好出貓啊。好，坐好，收好個腹，吸啖氣，打開胸，呼氣上。完全用個老鼠仔嚇，記住老鼠仔鎖實喺個腰旁邊嘅。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放返佢落嚟。隻手踭唔好俾佢喐動啊！唞一唞，吸啖氣，呼氣再上，保持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放鬆，再吸啖氣，呼氣再上。每邊做5下嚇，而家第3下，保持呼吸，慢慢落，越練越大隻㗎啦會。吸啖氣，呼氣再上。係啦，個老鼠仔越嚟越大嚿啊！跟住婆婆個老鼠仔大隻過阿孫仔啊！再慢慢落，好，到另一邊，每邊做5下、10下㗎啦，都唔少㗎。保持呼吸，唞順條氣。好，打翻開個胸，沉低個膊，個手臂喺翻個腰旁邊，吸啖氣，呼氣上。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落，再吸啖氣，呼氣再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再慢慢落，再吸啖氣，再呼氣再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再落，吸啖氣，呼氣再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再落，再吸啖氣，再呼氣再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再落。好，放一放鬆先。好啦，隻手做翻呢一個，係啦，咁就放鬆翻我哋嗰個老鼠仔，係啦，好舒服嘅，沉低個膊做下，放翻鬆個老鼠仔。好啦，跟住到個三頭肌個拜拜肉，好啦，先將手個拳頭放咗喺頸後邊先，手踭呢一點唔好俾佢落嚟啊，上去喐嚟喐去啊，固定咗一個位，然之後將個手踭微微呢一點接近個頭嗰個方向，唔好擺出去外邊，後邊捉實條毛巾。好，坐翻直個人，收好個腹，吸啖氣，呼氣慢慢上。後邊隻手幫佢爬上去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下邊隻手發力，拉翻佢落去，落到盡，落到盡，手踭保持喺嗰一點，落到盡。5、4、3，升高啲個手踭添。2、1，好，然之後再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上手發力，上手發力，俾力俾力，去到盡，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跟住到下手發力，拉翻落去，拉翻落去，震即係個肌肉喺度適應緊個力度啊，個鬥嗰個對抗力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手發力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下手發力，拉到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再上高隻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下手發力，拉埋呢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停一停。會，係啦，你就會覺得拉完嗰隻手鬆啲嘅，輕鬆啲嘅。好啦，再轉手啦。好，擺好晒個擺位先吓，手踭向前，拳頭頸後，坐直個人，吸啖氣，呼氣慢慢上，上，會唔會冇晒力先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落返嚟，慢慢落返嚟，再吸啖氣，呼氣上，爬上去後邊嘅手幫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落落落落落到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一停，吸啖氣，呼氣再上到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落落落落落落到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再上到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落到盡，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放鬆。即刻好眼瞓嘅已經，啲血液循環一好咧就好眼瞓，你哋又可以瞓下晏覺。我繼續做整嘅，一陣仲要。好啦，跟住飲啖水，我哋開始做伸展啦，可以啊。好啦，咁啊天氣都濕濕地，我哋先做一個坐低式嘅經筋，帶一帶個經筋先，行咗經筋，幫我哋排一排咗啲濕先。好，打開個胸，沉低個膊，慢慢曲咗隻手先，唔好心急，好平和嘅，保持平和嘅呼吸。兩隻腳要放好下，唔好外八腳啊之類。兩隻腳掌都係保持十一字，沉低個膊，打開個胸，收起雙下巴，唔好坐嘅時候挨住張凳，慢慢坐一陣，等一陣，等下我哋自己個手掌心有冇發覺有啲吉吉地、脹脹地、熱熱地，好似有兩嚿棉花晾住咗喺手掌先，等一等下。保持呢個動作咧，自己喺屋企做咧，平時都可以做嘅，做3分鐘，唔係1分鐘啦
3分鐘太耐啦，好辛苦嘅你哋。最基本消費下1分鐘。咁你要感覺到隻手咧，啲血慢慢到咧，佢就會暖嘅，同埋有少少吉吉、脹脹、熱熱、重重。好，跟住1分鐘之後，慢慢推隻手去前邊，伸直隻手，手指係放鬆下，記住放鬆我哋個眉心，放鬆個膊頭，感覺到兩個掌心會有少少雨，暖暖地、熱熱地。呢個亦都係1分鐘。呢個我老師嘅運動嚟嘅，我借佢嚟用嘅啫。阿姚老師啊，佢叫保持呼吸，好舒服嘅。連個膊頭都開始有少少暖暖地嘅，膊頭啊、耳仔兩邊，自己感覺下，好得意嘅。個腹部要收好下，個肚臍盡量啜入去個脊骨度，然之後個人拉返長自己。好啦，呢個1分鐘之後，唔好縮膊，慢慢將隻手遞高，手背向前，拉直個人，盡量將你隻手伸直，個腹肌收好，肚臍嘟落去張凳平度，但係個人就要拉高嘅，保持呼吸，亦都係1分鐘。咁你就會拉到個胸、背、腰全部升晒上去。如果企喺度做，就會完全拉晒12條經筋嘅。保持呼吸，唔好心急，慢慢做。我哋排下啲濕，排下啲負能量，排咗啲唔好嘅氣。保持呼吸，唔好俾自己縮膊下，記住。如果有鏡就睇到自己隻手有冇曲啊之類，盡量都唔好曲，等啲氣行得好順嘅要。1分鐘之後，將兩隻手放嘢入背囊，兩隻手踭遞高夾住個頭咁滯嘅，然之後打開，將兩個手踭向外兩邊篤住啲嘢咁嘅，然之後膊頭同個手踭手臂平衡，跟住兩個手掌互對，保持呼吸，變成一個山字。呢個又係等1分鐘嚇。然之後盡量坐返直個人，跟住兩個手掌盡量挨住喺個頭嘅旁邊，係啦，盡量唔好喺咁樣嚇，盡量拉返上嚟，係啦，咁我哋啲筋路就會行得好啲嘅。收返起個腹，沉返低個膊，打返開個胸，兩個手踭向住兩邊走嘅，係啦，但係就頂住唔俾佢走嘅，變成山字啫。1分鐘嚇。保持呼吸，1分鐘之後吸啖氣，呼氣慢慢變成個 W，壓低兩邊膊頭，打開個胸，隻手掌唔好屈咗去前邊，隻手掌一路拉返喺同個身體個軀幹同一條直線嘅，保持呼吸，都係1分鐘，保持呼吸。好啦，跟住兩隻手慢慢蹬直，係啦，蹬到直晒。咁你個二頭肌啊，嗰啲就會拉到好行嘅而家，跟住會發覺啲血開始走落去手掌噶啦。喺呢個位置咧，我哋保持15秒，唔使好多，唔使1分鐘嘅呢個。
好，吸啖氣，呼氣，跟住慢慢放鬆。係啦，放鬆得㗎啦，而家坐好個人，隻手你可以坐喺度嘅時候擺喺大髀啊，然之後自己調息返鼻吸口呼，好舒服嘅，放鬆晒成個人，好眼瞓嘅呢個做完。記住夜晚黑做咧，記住做完大約1個鐘頭到就瞓覺，做3次好啦，唔好做得太多啊！如果唔係佢好提神嘅話咧，令到你瞓唔到㗎，或者瞓得唔夠冧嘅。所以睡前1分鐘唔係一粒鐘做，係啦，你可以做3次，3個循環，跟住就好好瞓嘅啦。飲少少暖水，唔好多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做完經筋啦，打翻開隻手啦，吸啖氣，收好雙下巴，打開胸，沉低膊，側頭，加隻手，好，俾少少力，十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推返個頭上嚟，再等一等啊，好，再吸啖氣，呼氣，另一邊，加隻手，好，吸啖氣，呼氣，俾少少力，十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推返頭上嚟，放鬆。好，自己用兩隻手將個下巴收入去條頸度，加隻手喺後尾枕，合埋對眼，好舒服嘅。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將個頭拉低少少先。好啦，去唔到啦，定一定。十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推返額頭上嚟，放返鬆，慢慢擘返大對眼，好舒服嘅。好，跟住將個頭望去其中一邊45度角，呢個係0度，呢個係90度，45度啱啱喺個角落頭下。然之後加隻手喺後尾枕，吸啖氣，手踭尖對鼻哥尖，慢慢拉個頭落嚟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推返個頭上嚟，望返前邊，吸啖氣，呼氣望另一邊45度角，加隻手喺後尾枕，吸啖氣，呼氣慢慢拉個頭落嚟。10、9、8、7，背要直下背脊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推返個頭上嚟，望返前邊。好，再望另一邊啦。今次將隻手跨過去，摸住自己個眉角，打翻開個胸，沉低個膊，望天曬太陽。曬一邊呀嚇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望翻落嚟，係啦。好，到另一邊，加隻手啊，摸住眉角，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望天，拉長條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我放手，推返個頭上嚟，望返前邊，唞順條氣先。好，跟住一隻手搭自己膊頭，指上天花板，加隻手拉直個上身，保持呼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
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打直隻手，沉翻個膊落嚟先，跟住順便打橫隻手，卡住個上臂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將隻手再拉入嚟少少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鬆。好，等一陣啊。好，伸直另一隻手。好，自己摸膊頭，慢慢升個踭上去，卡住隻手，保持呼吸，拉直個人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低隻手，喺膊頭前邊，沉低個膊，打橫隻手，卡住上臂。好，攬入啲隻手，跟住先開始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翻落嚟，保持呼吸。好啦，跟住起一起身啦，再唔起身就驚瞓着啦，真係。係啊，吐咗酸之後，個人好攰嘅，會啲濕氣排咗就個人好好㗎啦。好，跟住我哋隻手喺後邊扣住，合實隻手，然之後慢慢將隻手指公扭去後邊，係啦，跟住打翻開個胸，沉翻低個膊，肩胛骨鎖實咗喺後邊嘅，跟住收起個雙下巴。跟住咬牙合嘴，然之後慢慢望天花板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鬆，放翻鬆個人，再做多一 set 下，保持呼吸，等幾個呼吸暢順啲。好，再卡住佢，反手打開胸，沉低膊，收起雙下巴。跟住咬牙合嘴望天，鎖好個肩胛骨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鬆個人，好舒服。好，跟住擘大少少對腳啦，兩隻手喺前邊合實。吸啖氣，拳頭向前面推，背脊向後拉，咁你就會拉到個背脊中間少少肌肉有少少扯住嘅，沉低個膊，慢慢曲膝頭哥，係啦。跟住我哋個手臂同個膊頭同時喐，唔好縮膊下，大家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捲個人落去，拳頭去到膝頭哥前邊就停啦吓。好啦，我就去到啦，保持呼吸，前邊推，後邊拉，保持呼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收緊個腹，揸細一寸，然之後逐寸、逐寸、逐寸上返嚟，唔好心急，沉低兩邊膊，保持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鬆，打翻開個胸，沉低個膊，等個膊啲血氣係咁行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可以扶凳啦。好，
然之後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啦，我哋要拉個內收肌群啦。好，收嘅肚腩先，個胃腩啊。好，擘大對腳，一隻腳指向10點，一隻腳指向2點。OK，我哋做晒一隻腳先做另一隻。OK，蹲低其中一隻腳，打開胸，沉低膊，對鞋唔好跣下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上返嚟，蹬直隻曲嗰隻腳。準備做第2次下，我哋唔轉腳嘅。伸直嗰隻腳咧係做伸展，另外一隻腳係曲嗰隻腳係發力下。吸啖氣。我哋做之前講漏咗添。將其中一隻腳扭入5分鐘。係啦，原本指向2點嘅，而家指向1點。OK，打翻開個胸，沉低個膊，鎖實肩胛，慢慢蹬翻另外一隻腳。係啦，咁啊，另外一隻腳伸直嗰隻咧，咁就扭入咗5分鐘噶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推返上嚟，跟住直嗰隻腳再扭入啲，去到12點鐘方向，腳趾指向，拉返直個人，冇烏前下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再向另一邊，大條腰要直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推返個人上嚟。好，維持返2點同10點。吸啖氣，呼氣，到另一邊，沉低個膊，打開個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推返直隻腳上嚟，扭入5分鐘，直嗰隻腳。吸啖氣，呼氣，再去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推返上嚟，保持呼吸。好，將隻腳再扭入5分鐘，去到12點嚟㗎。吸啖氣，呼氣，再側埋一邊，盡量拉直隻腳下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上返嚟。好，慢慢入字腳。係啊，外八內八腳上返嚟，未完㗎，踢一踢個四頭肌先，踢返鬆佢。記住膝頭哥指向地下，唔好指向前邊下。踢返鬆個四頭，如果唔係好攰。好啦，又可以坐返低啦，拉 pat pat 啦。好，將個膝頭哥攬住，膝頭哥拎上嚟，保持呼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鬆，拉落嚟，打平隻腳，坐直個人，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落。佢落唔到嘅，等一陣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係啦，喐兩下，然之後放返直隻腳，再擺返喺前邊，兩隻手放喺曲嘅隻膝頭哥度，坐返直個人，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落。落唔到嘅，再保持一個呼吸。跟住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將個人壓落去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
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上返嚟，隻腳唔好收下，保持呼吸。隻腳你會感覺到暖暖地嘅而家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收隻腳。好，到另外一隻腳抱 BB，吸啖氣，呼氣攬入嚟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打橫隻腳，坐返直個人，吸啖氣，呼氣慢慢落，落唔到嘅等一陣。有人入咗嚟啊！嗰個 OK，保持啊，吸啖氣，呼氣再烏前少少，你會感覺到個 pat pat 好深層拉到㗎喇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上返嚟，好，放直隻腳啦，唞一唞先，等啲血氣落一落隻腳，將個腳踭撐出去外邊嚇，記住，逢係伸直隻腳撐出去外邊，然之後第二步將啲腳趾放鬆，第三步瞓着咗嘅佢，係啦，唞順條氣先，背脊坐到直，吸啖氣，唔好俾自己彎落，落唔到㗎嚇，通常第一次都唔會俾你落到好多，佢會鎖實嘅。等係啦，保持呼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未上住啊！然之後再吸啖氣，再呼氣，再落少少啦。嗱，呢個就落得深好多㗎啦，可以記住繼續俾隻腳趾放鬆，隻腳係瞓着咗嘅，保持呼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推返個人上嚟，唔好用自己條腰力啊！記住隻腳唔好返嚟住，由佢保持一陣，等啲氣血一路衝落腳板底，保持一陣。好啦，跟住慢慢返上嚟，好，跟住再起返身，企喺張凳後邊，我哋要做個小腿啊，趌高腳尖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踩返落地，然之後扶實張凳，個人唔好挨後，就咁將個腳尖遞返高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隻腳落返嚟啦，跟住踢一踢自己個 pat pat，係啦，踢返鬆。好啦，咁呢一個月我哋呢個課程又完結咗啦，好快啊！係啊係啊，端午節快樂，阿成。係啊，端午節快樂，快樂啊！嗱，食多啲粽，食多啲粽，但係又要做多啲唔好運動食咁多粽啊！